不必回头去看咒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咬它下去，反咬它一口吗？17点，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18点，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19点，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20点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21点，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22点多，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23点，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24点，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